大家好，我係陳陽，歡迎大家收睇《香港故事》。喺香港有咁樣一位傳奇嘅女子，20歲嘅時候咧，佢就係香港活躍嘅名媛明星，佢係陳百強、張國榮嘅知己，亦都係佢哋冇勇氣最後娶翻屋企嘅嗰個女仔。30歲嘅時候，佢代表澳門賭王何家嫁俾咗香港船王許家。歡天喜地，兩家人連續3日大開盛宴，人稱世紀婚宴。40歲嘅時候咧，佢成為咗船王世子許晉亨嘅前妻。佢嘅退出咧，令到呢個貧寒出身嘅女子李嘉欣終於有咗當名媛嘅機會。50歲嘅時候，佢成為咗佢家族財產戰一個風暴嘅核心，就賭王3番2次要起訴嘅嗰個人。咁呢位女子係邊個呢？相信好多人都能夠估到啦。佢就係澳門賭王何鴻燊嘅二房長女何超瓊。不做香港名媛，棲身船務發展，挑起家族大梁，涉足博彩賭業，陷入財產紛爭屢施手段，令賭王讓步。賭業帝國嘅未來神話由誰譜寫？從名媛到商業，正在繼續。講起澳門賭王何鴻燊，一般人就會聯想到澳門嗰邊龐大嘅呢個賭業王國。不過相比之下佢嘅風流韻事更加為人津津樂道，就娶下咗4房嘅太太，生育咗17名嘅子女，可謂人丁興旺，開枝散葉。而何鴻燊咁多嘅子女最出彩嘅就係佢二房嘅呢個何超瓊。喺世人眼中佢可以話算得上當今世界上最幸運嘅人之一，幾乎佢係包攬咗上帝所能夠給予一個人嘅冚唪唥嘅好處。無論係呢個長相啦、家庭啦、事業啦，無論係金錢啦、名譽啦、地位，冚唪唥應有盡有。佢出生於1962年，何鴻燊就啱啱投得澳門賭場嘅專營權，進而就獨霸咗呢個澳門博彩業長達40年之久。投生於鐘鳴鼎食之家嘅佢至今走過人生之旅可謂燦爛之極。時代標榜乜佢就有乜，時下時尚乜佢就具備乜。香港媒體甚至稱佢係最令人妒忌嘅女人，因為上帝將所有嘅好處冚唪唥俾晒佢。但係擁有全部好處嘅佢，至今孑然一身。喺佢嘅字典裏邊，呢個凡分嘅一切下邊注釋得一隻字，就係被豪門選中，即係此生幸與不幸的開始。何超瓊亦有過一段簡單嘅富二代嘅生活，追星啦、換票啦、扮靚啦，超瓊、超鳳、超兒姊妹3個紮喺普通粉絲大隊裏邊驚叫去睇陳百強嘅驚鴻一瞥。咁後來3個人成為咗陳百強、梅艷芳、張國榮一干明星嘅好知己，而何超瓊演繹出嚟嘅故事更加豐富一啲。陳百強嘅音樂專輯裏邊有一檔就係關於何超瓊嘅，稱之為紅顏知己。咁如果我記得冇錯呢笪地方好有紀念價值，因為不但只係你最中意嘅餐廳啦，以我所知，仲係我哋相會第一次就喺蘭桂坊㗎啦。你係第一次偶遇大家知道啦，喺香港女明星同埋名媛係2種截然不同嘅人嚟嘅。咁你做名媛起碼要有3個條件。首先要同嗰個豪門有家族關係，其次要能夠經常拋頭露面，好似明星咁樣一樣有咁嘅曝光率。再次就要有足夠嘅美貌時尚。過濾嚟過濾去，所以何超瓊成為咗名媛當中嘅典範啦。名媛呢一種優越而簡單嘅生活可以講大多數嘅女仔都係非常之嚮往嘅。不過讓眾人都意想唔到嘅係乜呢？何超瓊佢竟然作出咗一個相反嘅選擇噃。1991年1月9號，
賭王何鴻燊之女何超瓊同中建企業集團主席許世勳之子已故船王許愛洲嘅孫叫做許進亨，就舉辦咗隆重而豪華嘅婚禮，一連3日大開筵席啊，世紀嘅婚宴。咁啊呢一段嘅港澳兩大家族聯姻一度就被視為佳話啦。出乎意料嘅係，喺淡出咗娛樂圈之後，又經歷咗一場咁嘅世紀婚禮。何超瓊啊，佢並冇繼續名媛呢一種養尊處優嘅生活。咁啊，相比喺父輩夫家嘅庇護之下，更加無憂無慮咧。佢要行嗰條路啊，真係困難得多。就點呢？要介入到家族企業裏邊去。喺豪門嘅家族裏邊生存咧，其實真係唔係一件簡單嘅事情。家族企業當中，梗係充滿咗錯綜複雜嘅利益紛爭，同時你仲要去面對外部嗰種虎視眈眈嘅競爭勢力，呢啲都係無法迴避嘅問題嚟嘅。咁啊喺港澳過去嘅100年當中，肩負起呢一種重任而被家族嘅負擔所壓垮。嗱，呢啲咁嘅壓力嘅根源所在啊，其實就係父輩嘅認可啦。如果得唔到呢長老嘅認可咧，佢哋可能真係寸步難行。咁啊，進入咗順德之後嘅何超瓊啊感慨，佢話：我開始諗，我個生命到底係點回事咧？我有能力去做幾多咧？人哋啊，淨係以為我係何鴻燊嘅掌上明珠、社交名媛，夾啲錢做啲邊緣嘅事業而已。而進入咗順德啊，起碼我要公司同外界人士認同同埋改觀，相信我係有工作能力、有誠意，連父母啊都要咁樣認同先得噃。父親嘅認可就涉及到一個既敏感又無法逃避嘅問題，就係接班啦。雖然好多豪門子弟都好反感咁樣個話題，李嘉誠嘅長子啊李澤钜啊曾經多次講過，佢最忌諱嘅一個詞就係接班，佢最唔中意聽到一個詞就係接班人。咁啊，何超瓊咧亦都因為媒體啊斷章取義話佢係接班人而提起個控告。不過豪門嘅博弈咧，亦都唔會因為忌諱你就可以逃避，因為面對數不清位數咁樣嘅財產，始終都係要一個交代，係嘛？何家4房17個子女，何鴻燊又會做出點樣嘅選擇呢？喺澳門嘅賭權進入咗3分天下咁嘅新格局嘅前夕咧，何家嘅根基獨霸澳門賭業40幾年嘅澳娛公司，對管理層進行一個整頓，就將十姑娘何婉琪咧就踢出咗董事局之後咧，何鴻燊就力捧阿何超瓊你進入董事局，而喺早前啊更加將另一個公司就叫呢個順德集團係委託咗俾呢個何超瓊，而呢個澳博佢分拆賭牌嘅時候咧，副牌就落咗喺何超瓊嘅手裏邊啦。咁啊咁嚟睇咧，顯然阿賭王佢亦都喺度呢個部署緊呢個接班人㗎啦。賭王嘅4位太太一共就幫佢生咗12個女5個仔，點解咁多出眾嘅仔女當中賭王就偏偏要選中呢一個何超瓊呢？不願任庇生活，隻身創業，天機公關。順德船務、米高梅金店一路高歌，躍登香港女首富，卻陷入家族紛爭。從名媛到商業，稍後繼續。这里是香港卫视。1983年喺美國大學畢業之後咧，何超瓊翻到香港，咁啊經由個老豆介紹，就進入咗法國東方匯理銀行啊，做咗個實習生。薪水1個月大概6000到7000蚊港紙咁樣啦。
不過因為佢老豆何鴻燊啊嘛，咁所以大家咧好怕俾嘢俾佢做。咁啊，佢又想爭取更加有挑戰性嘅工作，咁啊何超瓊咧冇幾耐就選擇咗離職啦。離職之後，何超瓊就幫老豆嘅呢個集團啊去做嗰啲慈善工作。咁啊，因為工作量好大，咁佢就揾一個班底啊幫手做一啲策劃活動啊咁樣樣。咁啊後來乾脆就咁創業，成立咗叫做咧天機公關公司。呢間公司到而家咧仲經營得幾好嘅喎。咁喺呢個 marketing 呢一個雜誌舉辦嘅2010年度啊最佳代理公司大獎當中咧，佢係攞咗咧2金1銀3大殊榮咁嘅成就。咁呢個只不過咧，其實就係佢進入呢個商場當中一個前奏嚟嘅啫。咁啊，真正令到咧佢大放異彩嘅，仲係喺船務公司。天機公關嘅成功，令到何超瓊深得老豆嘅認可。6年之後，1995年喺何鴻燊嘅安排之下咧，佢就開始介入家族生意啦，進入咗信德集團擔任董事。但係咧，信德對佢係另一次嘅考驗噃。進入信德之後啊，何超瓊好快就發現自己其實冇真正嘅職權，佢想要闖出一番事業啊，仲係要靠自己。嗱，阿何超瓊咧，佢好快就發現咗咧公司嘅弊端啦。各部門就各謀其政，相互之間就冇交流，冇共同積聚嘅嗰個資源，亦都缺乏一個咧對未來嘅發展規劃。咁啊，於是咧何超瓊就成立咗企業嘅業務發展推廣部門。咁啊，從佢嘅老本行即係公關上邊咧，佢尋求一個突破口啦。咁啊，另外啊，何超瓊佢睇準咗運輸係博弈事業嘅一個基石嚟嘅。佢唔單止係落重本添購新嘅機隊，連服務人員啊冚唪唥重新訓練。咁啊，冇咗幾年咧，何鴻燊旗下原本搖搖欲墜嘅航運公司，哇！竟然成為咗珠江三角洲連接香港、澳門、深圳、廣州4地最成功嘅一間運輸公司。咁呢個令到賭王咧對個女嘅經營功力啊，真係刮目相看啦。何超瓊亦都因為咁樣就進入咗呢個家族嘅企業接班，就被外界視為咧係賭王嘅17個仔女當中最具有經營才幹嘅接班人之一啦。當時咧澳門啊就正值回歸前嘅後過渡期，博彩業就真係唔係咁景氣嘅啫。不過咧何超瓊啊成功咁樣喺順德開創咗一片新嘅天地，喺公司嘅龍頭業務即係船務上邊打咗個漂亮仗，咁啊終於贏得咗父親1999年啊真真正正將嗰個信德集團嘅事務咧冚唪唥移交過俾佢啦。2002年，澳門嘅賭權就正式開放，就由一家專營就變成咧3足鼎立，澳娛就失去咗個壟斷權咯喎。新賭牌就由永利度假村、銀河娛樂場同埋咧澳娛旗下新組成嘅澳門博彩3間公司去持有。咁啊，銀河娛樂場係因為咧控股2大集團嘅發展咁樣嘅爭端咧，最後就喺特區政府嘅調解之後啊，分拆成為咗咧一主一副就2張賭牌。如此一嚟咧，你另外2家公司亦都仿效喎，咁啊進行咗個賭牌嘅分拆啦。嗱，咁啊有志於澳門博彩業嘅呢個米高梅集團就自己揾上門嚟啦。何鴻燊呢邊佢梗係需要盟友啦，好爽快應承咗。諗唔到啊，美國嗰邊唔制喎。內華達州嘅呢個博彩監管委員會就懷疑何鴻燊同黑社會有染，而且賭場裏邊仲要涉及到放高利貸收債咁嘅行為，就唔准呢個米高梅集團同何鴻燊合作。咁啊，於是咧何鴻燊就搬咗自己嘅女出嚟啦。佢話：你哋懷疑我，咁同我個女冇關係啩？咁樣樣，呢下咧監管部門冇嘢講啦。點知一波剛剛平息，另一波又起啦。今次跳出嚟嘅咧就係美國新澤西州嘅博彩執法部門啦。佢就發咗一份報告，建議宣佈何超瓊係一個不合適嘅合作夥伴，
同時就建議米高梅係脫離同佢嘅任何直接或者間接嘅財務關係。不過咧，報告都承認冇證據表明啊何超瓊有過任何嘅不當行為，或者曾經因為非法嘅行為而受到過指控。咁啊一句説話啦，何家就係一個莫須有嘅罪名。咁啊，如果咧米高梅仲想合作得，咁你從本州嘅大西洋城 get out。最終咧，米高梅放棄咗大西洋城，轉而咧就同何超瓊喺澳門合作，成立咗米高梅金電超豪股份公司，就用2億美金嘅友情價獲得咗一張賭業嘅副牌啦。2007年，何超瓊出任澳門米高梅董事總經理，正式進入呢個博彩業。雖然一度引嚟咗美國方面嘅調查，不過咁何超瓊一直低調不予回應，亦都展示咗咧佢成熟嘅商業風範。2011年嘅6月啦，米高梅中國就喺香港上市，創下咧580億港元總市值。咁啊，何超瓊咧就7年啊，佢嗰個投資報酬率居然高達係18倍咁多，以將近300億嘅身價咧，佢就躍登咗香港嘅女首富咁嘅寶座啦。當年咧最令到賭王得意嘅就係17個子女當中，佢真係選中咗何超瓊。不過咧，能夠令到賭王最頭赤嘅，亦都係佢呢一個親自選定嘅女啦。咁啊，到底係為乜呢？財產繼承引發糾紛，父女過招，誰勝誰負？賭業帝國何去何從？從名媛到相結，稍後繼續。2011年1月26號，90歲高齡嘅賭王何鴻燊就委託律師將一個訴訟狀遞交俾法院，就涉及到佢個女何超瓊、二房太太藍瓊英、三房太太陳滿珍等等11人入禀狀咧，就控告何超瓊、何超鳳等等違反咗董事信託責任，要求佢哋聲明相關嘅股權分配不合法。同時咧，賭王仲申請禁制令，要求禁止行使有關股權。哇！咁到底咩回事啊？幾廿歲人賭王向自己一直引以為傲嘅子女去宣戰呢？個中情由講起嚟複雜，其實好簡單，即係咧豪門家族裏邊有一個難以避免嘅通病就係咩？就係財產分割啦。而呢一個風暴嘅核心咧就係何超瓊同埋呢個四太太梁安琪。2010年嘅12月，何超瓊為咗防止四太太梁安琪獨得呢個澳博嘅大權，就聯合咗二房、三房嘅人馬對四房進行一次嘅阻擊。咁從而咧就引發咗場咧持續2個月嘅呢個爭產嘅風波。起因就係何鴻燊嘅一次獨特嘅行賞啦。2010年12月28號，何鴻燊將澳博嘅 B 類股份就轉俾咗四太太梁安琪。由於法律規定咧，持有賭牌嘅公司當中必須有10%嘅權益咧係由澳門永久居民、董事總經理者持有。咁如此一嚟咧，就意味住梁安琪成為咗咧澳博博彩專營權嘅持牌人啦，佢就可以咧獨掌賭場嘅大權。不過何超瓊佢早就料到，並且埋下咗破局嘅招數，一旦成功就好可能令到梁安琪竹籃打水一場空。澳博咧就係通過呢個澳娛嚟控制㗎，而何鴻燊嘅澳娛股份又分為2個部分喎。除咗佢個人名義持有
4.839%之外咧，另一個就通過咧一個叫做咧即係 Lansford 咁嘅公司就持有澳娛26.816%嘅股份，而呢個公司咧一共係得2股嘅啫，全部由何鴻燊持有。換句説話嚟講，呢個叫 Lansford 呢個咁嘅公司咧就係一個控制澳娛嘅關鍵，呢個咧亦都係破局嘅關鍵所在。而喺何鴻燊住院期間，差唔多喺2009年11月左右咧，咁呢個 Lansford 咧佢就增設咗2名嘅董事，叫做何超瓊、何超鳳。何鴻燊後來曾經表示，佢對咁嘅變動毫不知情噃。不過由於當時係住緊醫院，亦就認可咗呢一種安排。呢個咧就係一個奪權嘅開頭啦。果然啊，就喺何鴻燊要將澳博股份轉俾梁安琪嘅前一日，呢個叫做 Lansford 嘅公司咧就增發咗咧9998股，一半就由2房旗下嘅公司持有，一半就由3房旗下公司持有。何鴻燊自己得返2股啊，成為咗小股東。2房人啊幾乎平分咗咧 Lansford。咁啊就控制咗呢個 Lansford 之後咧，就可以控制澳娛，進而就控制澳博。屆時你即使係梁安琪成為咗澳博嘅持牌人，形勢咧就會變得非常不妙，隨時會俾人踢出局啊！2011年嘅1月24號，澳博就發咗一則公告。公告話咧，呢個 Lansford 咧而家咧擁有嘅呢個31.655%咁嘅澳娛股份已經分好，2房3房各一半。何鴻燊自己就只留100股嘅澳娛普通股啦。呢下子咧，終於令到何鴻燊坐唔住，佢將一干人等告上法庭，並且發布一批何鴻燊自己出鏡嘅錄像。佢指示嗰啲律師你要將個事情搞大佢，令到咧何超瓊無法招架。咁言下之意咧，呢啲咁嘅事咧，冚唪唥都係何超瓊喺幕後策劃嘅。而佢將呢個家醜外揚就借指向何超瓊施加壓力。佢更加係使用咗搶劫咁樣嘅字眼，喺錄像當中咧就隱隱可見梁安琪嘅身影啦。出乎意料嘅係乜咧？事情冇幾耐，又好似峰回路轉咯。何鴻燊決定就唔告佢啦。何家4房喺3房缺席嘅情況下邊，喺澳門召開家庭會議。何鴻燊嘅律師表示，會議達成共識，願意平分，事情似乎就咁告一段落啦。啱啱平復冇幾耐，何超瓊就發難啦。佢話呢個會議只係第三方發起協商嘅啫，只係商量，唔係談判，更加唔好話達成乜協議。所以咧，亦都唔能夠話自己原則上已經同意平分。之後咧，面對父親不斷施加嘅壓力咧，何超瓊啊表示佢願意談判，咁啊先後提出3個方案。咁啊好明顯咧，3個方案啊都係針對4太太梁安琪，然後對長房做出一定嘅補償。講嚟講去，其實3個方案就換湯不換藥，都係逼4房太太梁安琪交出澳博。件事係咁搞咗半個月，並冇乜嘢實質性嘅進展嘅啫。而且咧，何超瓊一直都唔肯交出個股權，賭王終於再次坐唔住。2月16號，風流嘅賭王喺太太們度過咗呢個情人節之後咧，再一次入稟法院。今次禮真啦，被告由11個變成咗5個，咁即係何超瓊同埋何超鳳姊妹加上3間公司。咁睇嚟喺賭王嘅心目當中咧，呢一次爭產事件嘅幕後主使一定就係你何超瓊嘅姊妹啦。不過咧，令到咧嗰啲睇熱鬧嘅人跌爛眼鏡係咩咧？越演越烈嘅爭鬥風波突然平息，何鴻燊最後撤咗嗰個訴訟狀出院嘅時候咧，發表一則叫做聯合聲明，公佈家族達成和解，咁就意味住咧4房嘅爭鬥告一段落，事情始於澳博嘅公告，同樣亦都係以澳博嘅公告嚟結束嘅。
2個月嘅爭鬥，主要係圍繞喺何超瓊同埋梁安琪之間嘅博弈。咁啊，最終嘅結果咧講唔到啊邊個贏邊個輸。短暫嘅平息就並唔意味住長久嘅安穩。日後啊，圍繞住賭場嘅利益，恐怕仲有一番龍爭虎鬥。咁啊，為此咧，何超瓊啊曾經講，佢話到時佢阿梁安琪未死，我都未死，我有冇能力，大家都睇得到。嗱，大紅燈籠啊，高高掛，人多肯定口雜，係嘛？豪宅故事比一般嘅超級商業談判咧，就仲要微妙多幾分。何況咁一個4房17名子女嘅大家庭，何鴻燊一直強調家庭以和為貴，力爭一碗水端平。不過咧，涉及到背後啊龐大嘅賭業帝國嘅利益嘅時候咧，好多矛盾啊，正喺度被金錢所掩蓋住。故事嘅一切咧，都係因為家族內部對財富分配嘅爭奪而起，又不可能不引起咧更加複雜嘅財產繼承問題。咁啊喺呢個問題上邊咧，何超瓊亦都唔可以免俗，佢係主導住或者咧係陷入到一場場嘅風波當中，而結局無論如何啊，都係注定係殘酷嘅。多謝大家收睇呢一期嘅香港故事。